你嘅太陽同水星合相嗎？古典占星稱之為招商，現代占星又會點樣講呢？招商係指出生星盤上行星太靠近太陽，其功能被遮蔽，較難獨立發揮嘅意思。水星嘅功能為思考、分析、溝通、學習、串聯資訊，因此當水星喺大概8度以內被太陽招商，就會對水星不利。現代占星嘅解釋係，由於太陽代表自我，水星代表思考，因此當日水合相，人容易變得主觀，譬如將自己嘅想法當成係唯一嘅答案，於是被視為不利。但係亦因為日水合相嘅人呢，反應快、思考快、想法多，甚至習慣呢將想法同埋個人認同綁埋一齊，因此日水合相嘅人思考同埋表達嘅方式呢，反而別具個人特色同埋風格。但係要留意嘅係，當日水合相嘅人想法不被認同嘅時候，就會被當成係對方喺度否定緊自己，或者當別人挑戰自己思維嘅時候，太陽嗰部分呢就會覺得受辱，自尊被觸碰到。其實水星嘅功能係客觀分析、理性思考。如果日水合相嘅人能夠將觀點同埋自我認同稍為分開，就會發現其實我嘅想法不代表我嘅全部。你嘅太陽同埋水星合相嗎？你又有冇招商嘅感覺呢？